各位好，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首席資訊官為你帶嚟今日深度解讀。報關費係咩嚟嘅呢？簡單啲嚟講，就係貨物喺口岸辦理通關手續嗰陣產生嘅一系列費用，好似報關費咁，通常會按照一定嘅標準收取。進口同出口嘅報關費用略有差異，一般喺300到500蚊左右。但喺華南、華北地區嘅收費標準就有所唔同啦。華南地區嘅收費以基礎報關費為基準，但係會額外收取續櫃費同續業費。續櫃費係乜嘢？基礎報關費只係包含一個貨櫃嘅費用，如果申請2個貨櫃嘅話，咁每增加1個貨櫃就需要加收續櫃費。咁續業費又係乜嘢？基礎報關費只係包含1頁單證，如果客戶申報嘅品名過多，需要使用第2頁，咁從第2頁開始，每頁就要加收續業費啦。喺華北地區，按1票報關單統一收費。如果1票報關單嘅品名喺6個之內，就按基礎費用收取，並加收1個聯單費。如果超過6個嘅話，咁每增加1頁就要加收聯單費啦。例如7個品名需要加收1張聯單費。仲有其他注意嘅事項，包括出口報關費包含倉單費，由集團公司收取。如果需要雙檢，就需要提前向檢驗檢疫局申報，並且產生雙檢費。唔同報關行嘅收費標準可能會存在差異。續櫃費適用於1票多櫃嘅情況，續業費係因為品名過多分頁而產生嘅。出口報關費用因為地區同口岸嘅唔同存在差異，具體嘅費用就以出口碼頭嘅規定為準啦。訂閱 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